什么没有？没听到什么呀？啊，我又没在偷听。你们啊，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这不是很简单一个道理吗？小骗子、女骗子，啊，那就是来讹诈。我的芬妮，还有大哥的那冯冯，那只不过顶个包而已。有道理，肯定是这样的。哎，小朋友，告诉哥哥，你是谁？你给人住嘴！这心情不好，你最好给人住嘴！哎，小鬼，谁惯着你天天震啊震的？真的是。你给人住嘴！你，不是。你这个人，你真是……等会儿，你说他和你朋友？不会吧？哼，他处处留情，谁知道外面有多少风流债啊？我警告你啊，我们是私人恩怨，你要报仇冲我来，但是不能对我有任何的人身攻击。哎，这话应该我对你说吧？停停停！这样不好，这样不好，这样不好！走开！他是你儿子啊？去！阿琛知道你生气了，你气我没带着你一起逃出来。元宵知道错了，再也不离开你了。富华，你快帮我劝劝母后啊！哎，去！哎，人家都说了不是你母后了，你就别缠着人家了嘛。你放开我！这一切都是你捣的鬼！好了好了，别跑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们这是演的哪一出啊？孩子小，小妈妈没有错，你慢慢跟他解释就好了。来，阿姨抱抱。不是母后，不是母后，你是妖怪变的！你干嘛？把你衣服给你脱了，要看看你是不是妖怪！你干嘛脱我衣服？喂，你干嘛？哇，幸好芬妮不是他妈。喂，你干嘛？喂，你干嘛脱我衣服？把你小演员给我带走！看看你们这场戏到底怎么收场。芬妮，我们走。哎，老大，外面有很多记者呀，杀出去！好，走走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吃点吧。哎，你干嘛耍我呢？认妈大闹现场的是你，不认妈的也是你，搞得乱七八糟也就罢了，现在到了我家了，还跟我吹胡子瞪眼睛的，我欠你的。峰峰，怎么了？我一会儿跟你说啊。站住！皇上，皇上！哎，等等我啊！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等等我！等等我！看来小演员失控了。老大，看看去。走啊！走。小心坑！小心！有坑！救命！爸爸！救命！救命！皇上！福生，快来帮忙啊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！这小子还挺善良的嘛。
有病呢！以后就叫你元宵了。哇，太好吃了！皮很嫩，肉很爽，唇齿留香啊！喂，刚刚谢谢你啊！哼，果然是那个暴君的种啊，鄙视人的语气都一样。哼哼哼。其实呢，我很理解你的感受的。你觉得父母都抛弃了你，就好像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一样。哼，你这老妖妇怎么会懂？我当然懂了，因为我是孤儿嘛。哦，怪不得你没管教呢。再说不给你吃了。你觉得日子很难，甚至都没有搞清楚。但是只有自己强大起来，才可以生活下去。这已经很强啦。我小时候呢，总是被同学欺负，他们笑我没有爸妈，不跟我玩，还把我的饭盒扔到垃圾桶里，把我刚写好的作业藏起来，还诬陷我是小偷。哎呀，反正就是多的都数不清了。不过我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他们把我拉到后巷子，抢光了我的零花钱，还狠狠地揍了我一顿。之后呢？之后我就尽全力反抗啊！我才不怕他们呢。唉，要是这帮坏孩子们被朕抓住，一定要诛他们九族。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否则你只会成为一个暴君。只要面对恶势力时，绝不低头，坚持自己，就一定能够胜利。你放遗忘的心好了，这一定不是暴君，一定不会低头的。喂，这里头不许人乱摸。我才不稀罕呢。其实，你已经比我好太多了，有那么多人都很爱你的，像柳儿啊、浮生啊。不过你要多拍拍我的马屁，我可以考虑多爱你一点哦。虽然我跟你妈妈有点不愉快，可你老爸又……哎，我分得很清楚的，不会把那些烂账算在你头上的。哼，哎，你真的睡着了？要睡回家睡嘛。好，小儿要回宫。明明是你爸妈欠我的，可是现在怎么会是我来照顾你呢？